Epsom 我會好大膽咁講，佢係適合所有人過嚟。點解呢？係因為佢呢邊嘅環境非常之包容。你講真，你係有見過幾多個人會形容佢自己學校係第二個屋企？嚟到呢邊學校，你都會因為嗰種親切感啦，你都會開放自己。咁就我嘅轉一個角度啦。咁我自己係一個家長，咁我有幾歲嘅仔女。我絕對會將佢掟入一個 boarding school， 即係好似 Epsom 係一個好嘅例子。首先佢會學識獨立啦，因為遠離家鄉，亦都會學習佢自己嘅社交技巧啊。唔會擔心嘅，因為學校除咗對於新學生嘅 support 啦，同埋再加上學校同埋家長嗰邊嘅 connection 都做得非常之好。即使身為一個家長喺國外，有108000里遠嘅，都好貼身咁了解到你個仔女學校嘅情況咯。除此之外啦，喺呢間學校都非常之國際化。咁你可以識到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，咁你學到唔同嘅文化。除此之外，我就覺得呢邊可以好注重到即係你自己嘅個人發展，唔同運動、唔同學科嘅。你有唔同嘅興趣嘅學校，呢邊嘅設施非常之齊。學校係佢會幫你 balance 多元發展嘅時間。我之前都讀 local school，我非常之理解 DSE 係幾咁 push 你去讀書啊，跟住放學去補習呢種嘅學習方式，會太過死板啦。我絕對會推介大家嚟試下 Epsom 嘅生活。